为今年2月底恢复港澳居民来台湾自由行了后，台港交流是渐渐回温。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嘛规划真侪经贸甲文化等等活动，要来提升双边的交流。不过最近却受部分的香港人反映讲，因要申请来台湾，即嘛是愈来愈困难啊，而且因嘛无了解台湾有啥物会当甲因斗相共的管道。 球场热身一个准备要开始比赛，大家尤其卡球交流赛23来登场，甲去年4队出席比较，今年参赛队伍是更加多了。如果我们球队就大概1个礼拜踢1次啊，最近就多踢一点，就是练习一下咯。那个时候连直播都没有。对啊，这现在已经直播的比赛非常多。 除了卡球比赛，大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也规划经贸甲文化这活动，要来提升大港的交流。只不过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了后，台湾政府一直表示支持香港，不过部分香港人反映，想要搬来台湾困难度真正有点仔悬。另外，对着成立将近3年的大港交流班，也未少伫台湾的香港人并无清楚这个机构是伫咧做啥物的。 就是打电话去求助，举办各种，比如说座谈会啊，法律的一些也会有的。一般上的门槛其实相对上过往来说，其实没有这么高。雇主呢，他们都对于申请工作证这个事情，这个手续非常的繁复，聘请的那个意愿会变低。香港人不知道，那往外跑的人。 他在这1年期间困难的一个状态，各种跑来台湾的人背景其实并不是很清楚，的确有一些国安的担忧，这个是台湾政府也需要比较谨慎的地方。香港民众想要移民来台湾，有投资、专业人士、移亲、就学甲创业这途径。不过台湾政府愿意提供协助，同时又爱防范中国渗透，申请的条件就更加多考虑。不同的目的，我们当然会。 给予他们不同的这个协助，人力我们永远钱不够了哈，那所以我们结合了很多的社会团体或者是已经定居的人，哦，他们愿意介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经验。詹志宏讲，陆委会甲促进会会继续协助来台湾的香港的民众，伫申请甲适应环境这问题上，甲相关机构来沟通，帮助香港人伫台湾好好生活定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